把到了给他收容啊，搞得个小孩，哎，我第一周来，哎，那么这个灯光刚刚没去跟我，可能是还看不出一个人吧，但是我晓得听众相当多啊，高榜如十万。那么我呢，腔是内容的，上水了几个，其实没是哪不过这个。那么我两上水平子了，西上个水的。那么今朝在唱风雨里下，哦哟，风雨里下，今朝是唱到老吧。那么我们也来看到嘛，只要是参与，哎，唱得不好，请各位了听众多多原谅。刚刚他们和我们唱非常好。今天待遇很高。
谁心给他收容啊，搞得个小孩，哎，我第一周来，哎，那么这个灯光刚刚没去跟我后头，可能是还看不出一个人吧。但是我晓得听众相当多啊，高榜如手啊。那么我呢，枪是内容的，上山了几个，其实没是哪不过这个。那么我两山水平自然西上个谁的？那么今朝在唱风雨里下，哦哟，风雨里下，今朝是唱到老吧？那么我们也来看到嘛，只要是参与，哎，唱得不好，请各位的听众多多原谅。刚刚咱们他们唱翻译唱的，今天待遇问个。
在心
苏龙啊，搞得个小孩，哎，我第一周来，哎，那么这个灯光刚刚没去跟我后头，可能是还看不上一个人吧。但是我晓得听众相当多啊，高榜满十万。那么我呢，腔是内容的，上山了几个，其实没是哪不过这个，那么。我两上水平之了，西上个谁的？那么今朝来唱风雨里下，哦哟，风雨里下，今朝是唱到闹吧？那么我们也来看到嘛，只要是参与，哎，唱得不好，请各位了听众多多原谅。刚刚他们还没唱，翻译唱的。今天。待遇不能高。雨